来看高雄这边，高雄红山的文宏路一个建案附近的3个社区，因的民众甲店头过来指控讲这个建案施工造成地层崩裂，一寡厝是歪起所位有真侪问题哦。也建商是表示讲，即马已经有咧进行诉讼，虽然讲因有想要甲住户来和解，毋过赔偿金是超袂平，会搁再透过这个市府来协商。 餐厅包厢顶设施因为地层下陷，造成壁甲涂骹严重错位，厨房污水沟嘛真歹排水。高雄红山文宏路一个建案方指控，施工3年外造成附近社区的厝受损。上面的铁皮也都戳了，所以下雨这边就到处滴水，办公室、仓库、厨房、厕所全部都淹，全部都滴水。 家门口涂骹逼开5到7公分不等，建案边仔的透天社区，同款因为地层下陷，造成涂骹逼开，化粪池甲排水沟无法度排水，防火巷长期积水，就惊落雨会出现天狗热。厝嘛因为起起刷位，向建案厝挖界14到18公分不等。现在有在跟他进行诉讼，就是希望说把这个越界问题解除，不然万一他把房子卖掉了，土地过户给管委会，管委会会向我们提高拆户还地。经过民意代表。 也包括到市政府去协商，也都不提供给我们。受影响的社区有3个，建案施工期间嘛捌因为安全设施不足，互工务局以建筑法开罚9万，并要求停工改善。面对争议，建商表示有意和解，但却毫无接受。本案目前尚在法院审理中，那本公司欲在法院审理时的鉴定报告，以这个鉴定报告的金额，我们愿意赔偿做和解，但遭住户拒绝。 双方拍官司，却对赔偿金额无共识。建商讲会阁透过邻顺调处协商，工务局嘛表示，过去已经开过7摆协调会，会继续协助调处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